迎嚟到天換台 Play Channel。今日我會介紹中國嘅省份嘅分別。首先，新疆應該係佢一個比較大嘅省，實際上佢係一個自治區。佢嘅省會係烏魯木齊。先俾你睇一睇下呢一個省嘅簡稱表先。好，跟住我會介紹西藏呢一個自治區，佢嘅省會係拉薩。佢呢應該就比較少人㗎喇。喜馬拉雅山山脈同埋最大嘅山珠穆朗瑪峰都係屬於西藏同埋尼泊爾嘅。跟住我會介紹青海。青海嘅省會係西寧，佢嘅大小都唔細㗎。跟住我會介紹內蒙古自治區，佢好長，成個日本咁。佢嘅省會係呼和浩特。跟住我會介紹甘肅。呢一個嘅省會係蘭州，跟住我會介紹四川。四川嘅省會係成都，出產大熊貓。跟住我會介紹雲南。我比較少聽雲南，佢嘅省會係昆明啊。跟住我會介紹湖北，省會係武漢。對呢一個嘅認知並唔係好大。跟住我會介紹廣西，廣西係附有昆明嘅，唔係昆明啊，係南寧啊。昆明喺雲南嘅。係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嘅美譽㗎。跟住我會介紹貴州，貴州一講個貴字就知道佢個省會係貴陽啦。跟住我會介紹黑龍江，由於黑龍江喺中國比較北部嘅位置，所以佢嘅省會係哈爾濱。佢亦都有北極村，係比較凍嘅一個省會。跟住呢一個並唔係一個省，而只不過係一個直轄市叫重慶。跟住我會介紹湖南，湖南嘅省會係長沙。跟住我會介紹河南。河南嘅省會係鄭州。跟住我會介紹海南，海南係比較細嘅，省會就係喺呢一度寫嘅海口啦。跟住我會介紹山東，山東嘅省會係濟南啊。跟住我會介紹吉林。吉林嘅省會係長春，而呢一個就係寧夏自治區回族自治區啦。佢嘅省會其實係寧夏嚟㗎，係一個比較細小，好似係銀川。跟住就係遼寧啦。遼寧呢，正正就係呢一個海嘅呢一個位置啦。佢嘅省會就係冇錯啦，就係瀋陽啦。跟住介紹江西，江西嘅省會係南昌，不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咗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裡面嘅南昌港鐵站嘅嗰個南昌啊。
跟住我會介紹廣東。廣東有嘅省會係廣州，亦都有珠海、潮汕等等嘅城市，亦都有深圳，正正就係喺香港嘅上面。而廣東下面嘅就係香港同埋澳門啦，佢哋兩個都係特別行政區嚟嘅。跟住我會介紹陝西。陝西嘅省會係西安，亦都即係有兵馬俑嘅嗰個地方。跟住我會介紹河北。河北嘅省會其實係石家莊，不過河北裏面嘅嗰兩個地方呢，則係北京同埋天津啦，即係呢一個。跟住我會介紹浙江。浙江嘅省會係杭州。浙江再對出少少嘅就係直轄市上海啦。跟住我會介紹台灣。台灣實際上係屬於中國，佢嘅省會係台北。跟住我會介紹福建，佢嘅省會係福州。跟住我會介紹江蘇，佢嘅省會係南京。仲有個叫北京、東京，不過唯獨就冇西京，除非你話孫悟空取西經。跟住我會介紹安徽，佢嘅省會係合肥。唔知合肥嗰度啲人肥唔肥嘅呢？最後介紹嘅係山西，省會係太原。呢一個就係中國嘅外線圖啦。你可以留意到呢一度仲有呢一啲島仔啦，都係屬於中國嘅。而嗰啲島仔屬嘅省呢，正正就係我哋頭先介紹過嘅海南。拜拜。